你今年過成點樣呢？好多謝你支持 The Helping Dialogue 同行對話。2025年呢係我哋 channel 成立嘅第一個年頭，我都想趁住年尾做一個小總結，回顧下我哋嘅心路歷程。我哋呢個訪談節目呢係請嚟唔同背景嘅專業助人者啦，同埋過來人，講下佢哋係點樣行過一段又一段唔容易嘅路，中間有啲咩人陪佢哋一齊行過，佢哋點樣幫人，人哋又點樣幫佢嘅呢？我作為一個主持人呢，我覺得我好似一個記錄者咁樣啦，就係將唔同人嘅故事講出嚟、寫出嚟。而我呢，最想係將故事講俾兩種人聽嘅。第一種就係想自己幫自己，或者係揾人幫自己嘅人。每個人都有自己條路要行，而每條路都係唔容易嘅。不過咁樣唔代表我哋就要將所有嘅壓力同埋情緒都一個人面對晒。過來人嘅故事會唔會都俾到少少啟發你？話到俾你聽，可以用啲咩心態去繼續行落去呢？而就算你身邊而家真係冇朋友或者冇屋企人陪你一齊行都好，呢個社會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專業助人者咧，去陪你一齊面對困難。我哋一定係有得揀嘅。而第二種人呢，想將故事講俾幫人嘅人聽。呢一啲專業助人者每日都喺度幫緊人，大家都好習慣去聽佢哋講專業意見、專業知識啦。但係唔好忘記，佢哋都係一個人嚟㗎嘛，佢哋都有佢哋嘅初心同埋故事，其實佢哋都好值得被聽見嘅。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先好好照顧自己，幫咗自己先，咁就有力量去幫身邊嘅人，甚至係呢個社會嘅人。我哋呢個 channel 如果可以幫到你去關心自己嘅情緒多少少，亦都令到你會識得關心身邊嘅人多少少嘅話呢，大家行多一步，其實呢個世界已經可以好唔一樣。The Helping Dialogue 同行對話，究竟呢個名係點樣嚟嘅呢？嗰陣時我讀緊一個1年制嘅輔導文憑課程，我發現最困擾一個人嘅地方呢，唔一定係身體嘅狀況或者係生活嘅困難，而係孤獨感啊！覺得個世界好大，好多人，但係成日都好似得自己一個人去承受所有嘢咁樣。於是我就發現同行真係由好好對話開始，因為說話同埋文字都係有力量嘅。你諗下，一個人嘅經歷如果可以講出嚟，其實佢都會俾自己嘅故事感動一次，諗翻起自己原來咁樣就行咗過嚟啦。而聽故事嘅人呢，亦都會喺對方嘅經歷得到一啲認知、共鳴或者係啟發，可能喺某一個地方、某一個時刻就得到一啲向前行嘅力量啦。大學嘅時候呢，我係主修新聞與傳播，我做過記者啦，做過獵頭顧問，亦都喺企業裏面做過人力資源。其實我每日都係 interview 緊人，都係同緊唔同嘅人對話，所以我就喺度諗，不如我將 podcast 訪談同埋人嘅故事結合埋一齊，去傳遞同行嘅力量啦。於是我就喺今年離開我嘅企業工作，去做我真正相信嘅事情。呢一年呢，我訪問咗5個專業助人者同埋過來人，我想將我覺得最有共鳴嘅部分同大家分享一次。首先，大家成日都話你聽下你個心諗咩啦，我都唔知自己想點。其實真正要留意嘅呢係自己嘅情緒啊。輔導心理學家 Isaac 呢係咁樣形容情緒嘅。因為我覺得情緒呢一樣嘢係俾到好多信息我哋嘅，即係我自己嘅經歷都係，即係例如我同人相處個關係嘅質素啦，情緒會俾到一啲信息我啦。跟住我自己做嘅工作，我究竟對佢嘅熱誠啊，或者佢對我嘅意義係咩？情緒會俾到一個信息我啦。咁所以我諗開咗呢個盒子係提升咗我自己人生活當中好多嘅覺察力，更加多留意到自己喺生活上邊我做嘅嘢係咪符合緊自己一啲嘅信念或者價值觀咯。留意到自己嘅情緒又點樣呢？因為情緒有陣時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啊！我又要讀書，又要返工，可能又要湊小朋友添，我邊有咁多時間處理情緒啊？家庭治療師 Lucy 同埋社工 Wendy 咧，就同我哋分享處理情緒唔使急，慢慢嚟，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做嘅。
我諗有個自我嘅覺察，覺得自己個狀況唔係好對路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都好叻㗎。即管去同身邊嘅人傾下先啦，可能係朋友，可能係你留意得到你有困擾嘅人，去傾下偈先，然之後再去諗下，會唔會可以行出去一步？究竟出邊有啲咩人可以幫到手嘅？簡單至可能上網去揾下，呢一步唔容易嘅，老老實實去思考自己係咪揾人去幫手。而我亦都試過，可能喺人生嘅階段當中試過需要揾人嚟幫手，嗰下係會好 struggle。但係當你跨過咗呢一個嘅 struggle，去揾人幫手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原來方法總比困難多。你會揾得到一個人可以承載得到你嘅困難，然之後陪你去解決呢個問題。我覺得譬如有唔開心嘅人啦，係啦，即係無論你係可能學生啊、家長啊，即係唔同嘅身份都好啦。如果唔開心，其實即管講出嚟先係冇壞嘅。即係譬如我哋做幼兒服務啦，咁可能喺管教小朋友方面咧，有啲家長真係覺得唔知點算好啊咁。但係有啲都未必揾成日講，覺得我又唔係好嚴重，咁都唔好煩你啦，姑娘咁。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嘅，即係喺管教上高咧，譬如駐校幼稚園社工咧，其實都幫到好多人忙。就算可能唔係即時，但係起碼喺個過程入邊咧，你有人支持住，或者有人明白到咧，其實已經爭好遠。要處理自己嘅情緒咧，有好多種方法嘅，輔導啦，或者係心理治療會係其中一種方式。可能你會諗個過程會唔會好辛苦呢？因為要回憶返以前一啲唔係好開心或者唔係好想記得嘅情節。作為一個輔導心理學家，亦都係成長期間接受過輔導嘅 Cloris， 佢話俾我哋聽呢，並唔係所有嘅傷痛都要處理嘅。而我覺得其實唔一定事無大小，每一樣嘢都要去咁樣去喺個輔導室拎出嚟傾，因為人其實我相信佢係有佢自己嘅療癒嘅能力，佢一定係有佢嘅一啲能力去面對到佢嘅 issues， 佢先可以行到去今時今日咯。所以我唔認為每一樣嘢都必須要拎出嚟傾先係好咯。如果嗰啲傷口係影響緊我哋，係我哋佢會痛嘅，佢會流血嘅，又或者你可能睇唔到個傷口嘅，有啲係隱隱作痛嘅，或者好似啲石頭瘡咁樣，你未必睇到佢爆出嚟，但係你就係覺得佢咁嘅硬硬地有啲嘢揞住，好痛嘅，可能係入邊發緊炎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就係當我哋真係感覺到佢影響緊我哋嘅生活，影響緊我哋嘅情緒嘅時候，我覺得就係值得拎出嚟傾嘅一啲傷口咯。輔導係有佢嘅力量咯，咁就係嗰種力量，我諗唔係一個人佢點樣拉你出嚟嗰種力量，而係佢讓你意識到你自己本身就係有你嘅力量，你可以行出去。你跌咗落個低谷嗰度唔緊要，你慢慢可以行上去，或者可以兜個圈、兜個彎，揾到另一條路。真係去幫佢哋去到睇返，其實有啲咩讓佢可以走到今時今日呢？佢捱過咗好多之前嘅傷痛啦，佢一定係有某一啲嘅能力，或者有某一啲嘅支持緊佢、支撐緊佢嘅嘢，佢先會走落嚟咯。咁我諗好多人可能佢係喺嗰個過程入面，因為我哋掛住去掙扎求全，其實我哋好少睇到自己用咗啲咩方法，好少睇到我有啲咩幫緊我咁痛苦我都行落嚟咧。而呢啲嘢當我哋意識到嘅時候，我哋睇得到自己做得到嘅時候，其實嗰份力量係可以好大咯。好多時情緒咧都係來自於我哋喺關係裡面感覺到嘅忽略啦，或者係傷害。如果你覺得冇人關心你，或者冇人識得關心你，不如試下自己關心咗自己先啦。喺我13歲嘅時候咧，我爸爸過咗身嘅，輔導員嗰陣時都俾咗啲説話我，其實幾觸動我嘅。似乎我嘅有一段嘅自己嘅成長當中，好似冇人去主動關心過你嘅感受，你自己嘅情緒。個輔導員就邀請我同呢一個空凳，就試下幻想咧有13歲嘅 Isaac 喺度。然之後咧，我係當時以一個
10幾年後長大咗嘅我去同呢個13歲嘅 Isaac 有一個對話，去問翻佢嘅感受，去問翻當時佢嘅經歷係點，去俾好多關心佢，去俾支持佢。哇！咁嗰下咧，我可以講係我好似就係打開咗個盒咁樣，就好多嘅情緒啦，好多嘅感受啦，係出晒嚟。咁嗰個 session 入邊，我係流咗唔知幾多嘅眼淚啊，係打開晒，真係打開晒。咁往後嘅經驗就係，我好似我有時都會同翻我而家讀緊輔導嘅學生啦，即係都會分享，就好似將我嘅情感嗰個連結重新 reconnect 咗。咁所以我諗開咗呢個盒子係提升咗我自己人生活當中好多嘅覺察力，更加多留意到自己喺生活上邊我做嘅嘢係咪符合緊自己一啲嘅信念或者價值觀咯。要學習去愛自己咧，真係一個好長好長嘅旅程嚟嘅。喺途中咧，我哋會發現其實總係離唔開同原生家庭嘅關係。培訓導師 Gary 啦，佢喺一個單親家庭裏面成長。佢喺30歲嘅時候做咗一個轉變，而呢一個轉變咧係改變咗好多佢生命裏面嘅各種關係。20幾年我冇見過我爸爸咧，真係唔知去咗邊嘅。我冇聯絡佢，我冇特別諗去憎恨佢，但係其實我係心裏邊好抗拒佢咯，因為好直接，我咁多年都冇揾佢，其實就係一個抗拒嘅表現咯。而後來我嘅學習就知道咗，原來我越抗拒佢咧，我唔願意讓我成為佢，但係其實我又係由佢度嚟嘅，佢有嘅嘢我都有，但係因為我拒絕同佢去 connect 咧，其實我係拒絕緊接納我自己。我後來真係揾佢出嚟嘅，即係揾啲親戚啊，攞電話即係打俾佢啦，開始聯繫啦，重新 connect 嗰件事。咁我諗對於我嚟講，人生一個好大嘅轉折係同爸爸慢慢相處之後啦，咁發覺咦，其實都唔係咁差啫，係咪？佢都係一個人，佢都有佢嘅經歷。即係有時可能大家忘記咗呢件事，就係諗緊我自己啊，我會唔會受傷咧？咁但係我調翻轉諗啦，如果我唔揾我爸爸嘅，我爸爸會唔會受傷咧？佢都好受傷嘅喎。佢離開咗家庭咁耐，係咪？佢屋企有3個小朋友，你估佢唔想揾個方法 reconnect 屋企咩？可能佢冇呢個方法或者渠道咧。我點樣攞到呢個心力叫做去 overcome 呢啲事情咧？因為可能你細個嘅時候都經歷過爸爸媽媽對你嘅某啲傷害。首先，我有冇嘗試感受過佢感受過嘅嘢先？咁我翻嚟調翻轉諗啦。如果當我嘗試擺自己角度度咧，哇！如果我經歷過我爸爸或者媽媽經歷過嘅嘢咧，我諗可能好大機會，我俾佢反應咧會更加差嘅。而當我認知咗嗰刻嘅時候咧，我就叫多咗一點點嘅同理心咧，令到我可以用一個比較心情平和方法去嘗試再 connect。無論你嘅父母可能喺邊度又好啦嚇，佢在生唔在生啦，佢都係 part of 我哋嚟㗎嘛。如果我冇辦法接納我嘅源頭嘅話，我點樣去接納自己咧？所以所有關係由嗰度開始。咁我後來望翻轉頭啦，就係當你能夠接納你嘅父母，你可以接納到自己咧，你就可以接納到好多身邊嘅人。要同原生家庭或者係自己而家嘅家庭去修補關係，其實好多人都好想，亦都有努力去嘗試，不過亦都試過被拒絕。點樣先至可以做到唔怕被拒絕呢？如果我淨係為咗我嘅話咧，確實我好害怕拒絕嘅喎，因為爸爸可能只係冷淡少少嘅話，同我講一句半句咧，我覺得哎呀，咁你唔愛我咧，我受拒絕啦，我就會受傷。但係正正因為我呢件事咧，我唔係淨係諗緊我同爸爸嘅關係，我諗緊首先如果做呢件事嘅話咧，唔單止對我好。對爸爸又好，對媽媽又好，對屋企人都好，對我甚至乎身邊咧，我太太啊、工作夥伴咧都好嘅，因為翻到我自己嗰度啊嘛。因為如果我真係想幫佢嘅，佢想被幫或者覺得我真係能夠俾到啲嘢佢嘅，咁咪非常好咯。如果真係 for whatever reason，佢覺得呢個時候咧佢未準備好嘅，或者所謂你嘅幫咧，我唔覺得係個幫嚟嘅，咁都唔緊要，我都會尊重佢生命喺嗰刻嘅感覺去做出決定咧。因為始終如果我真係愛佢，或者我真係想叫幫助佢或者幫助我自己都好啦，呢件事我係唔會覺得有拒絕嘅成分嘅。發生就發生，如果唔發生咧，亦都合理嘅，因為咧每一個人生命有一個唔同嘅歷程㗎嘛。而如果喺家庭裏面真係只係得自己一個人想處理嘅情況，有啲咩可以做呢？ Lucy 就話俾我哋聽，自己一個人咧都可以為自己拍掌。
有啲人呢一刻未能夠有個動力去作出一個改變，可能真係時機嘅困難，係有啲難去強迫啦。咁但係我會有興趣知道啊，其實佢唔出席都係一個表態，佢嘅動力係啲乜嘢嘢咧？但係至於願意尋求幫助嗰一部分，佢都係同其他家庭成員環環相扣之下，佢嘅小改變會唔會都可以讓到佢而家嘅困境鬆一啲咧？佢都可以喺呢個環環相扣嘅家庭網絡當中咧，可以讓到個家庭佢有啲嘅改變，佢亦都可以為自己做一啲嘅決定，可能點樣嘅投入喺個相處模式當中，會唔會係減少一啲嘅不必要嘅期望，或者係點樣去將自己抽身擺一個好啲嘅位置，令到佢唔需要將他人嘅期望、他人嘅壓力擺得太多喺自己嘅膊頭度。頭先我哋一齊回顧咗點樣自己幫自己，或者係揾人幫自己嘅情況。我哋可以點樣去關心身邊嘅人呢？其實如果我哋留意到身邊嘅人有唔妥，陪伴就已經係最好嘅支持。佢去一齊揾下有啲咩支援咯，因為我相信喺嗰個求助嘅路程入面，如果係有多一個人去支持佢，去話俾佢知唔使驚，其實用呢啲服務都係好平常嘅。好多人都有啲需要，你唔使驚，你可以試下。我諗咁樣嘅話，對佢哋嚟講嗰個支持係好大咯，同埋佢哋會，因為如果一個人佢要去揾一啲佢咁唔了解嘅資源嘅時候，其實可能佢都好多擔心。但係如果有人去話俾佢知唔使驚，有人陪住你，咁其實成件事已經好唔同。唔好看輕自己每一句説話或者每一個動作，其實都對於對方嚟講，可能係一個溫暖或者一個好安心嘅感覺嚟。嗰個客話俾我知，佢好想去車公廟啊，係啊，咁跟住我就同佢屋企人商量咗咧，就同醫生申請咗1日嘅假期，就同佢去咗車公廟一轉。係咁，嗰個屋企人咧，喺個家人離世咗之後1年咧，佢都仲即係每一次喺佢差唔多離世嘅時間啦，係啦，咁之後嗰幾年佢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話，即係都好記得我當時即係陪伴咗佢哋好多。回望呢一年咧，有唔少嘅人都問過我 Winnie 啊，你做呢個 channel 揾唔揾到錢㗎？又或者你做呢個 channel，你點知自己達到你嘅目標未呢？換句話說，其實佢哋係問緊我做嚟為乜嘢，有咩意義？我就覺得意義咧係一個好大嘅字嚟嘅。不過我好開心，我每一集請嚟嘅嘉賓咧，佢哋都會形容到究竟佢哋嘅工作帶到啲咩意義俾佢哋。如果你而家都反思緊人生有咩意義，又或者你而家做緊嘅嘢有冇意義呢？我好想同你一齊重溫 Gary 分享呢一段關於意義嘅說話。意義來自咩呢？就係上天俾我哋嘅禮物。點樣能夠將嗰份禮物分享俾更多嘅人？咁喺我心目中咩叫嗰份禮物呢？其實我哋嘅天賦咪係我哋個禮物啦，等於可能係我哋某啲嘅能力啦，可能放我嘅溝通能力啦，可能放某啲人係你嘅思考能力啊，你係咪能夠關心到人啊？咁我點樣能夠用呢個能力為我身邊嘅人創造更多意義呢？我會嘗試不停 remind 自己，唔好成日關於淨係諗住我自己，係我得到呢份禮物都係天賜俾我嘅，我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我點樣能夠喺我生命有限嘅時間，盡量將呢份禮物放大俾身邊嘅人呢？而當我喺呢個途中不停做呢件事呢，就係我攞到最多意義，亦都係我能夠為身邊人創造到最大意義嘅一個過程。作為一個主持人，一個記錄者，意義對我嚟講呢，就係受訪者同我分享翻，佢哋話佢哋嘅屋企人同埋朋友睇咗我哋嘅訪問之後呢，終於明白佢哋嘅工作係做咩啦，亦都終於知道佢哋點解要幫人嘅初心。亦都可以係受訪者同我講返，話佢嘅學生睇到我哋嘅訪問之後呢，更加感受到助人嘅力量，因此更加有決心要去加入助人嘅行列。意義對我嚟講，亦都可以係來自觀眾啦。例如觀眾會同我講，就算佢哋而家經歷緊家庭困擾，但係佢哋終於意識到一啲具體嘅方法，去嘗試踏出改變嘅第一步。亦都可以係有觀眾分享，話喺對方嘅故事見到自己嘅經歷，原來係咁似嘅，佢覺得終於冇咁孤單啦。我亦都好想多謝一路同我同行嘅人，
例如係第一集同我哋一齊落手落腳，甚至滾水淥腳一齊去拍攝嘅朋友啦。我亦都好多謝一班非常專業，亦都好善良嘅212製作團隊。我好多謝我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就算開頭你哋唔係好了解究竟我要做啲乜嘢，你哋都一直支持。我亦都非常多謝我嘅先生啦，佢係我最好嘅同行者，同我一齊創立 The Helping Dialogue， 鼓勵我 Be the change I want to see。我亦都要多謝我個女喺屋企成日都扮我講嘅開場白。媽咪好希望咧，你長大之後喺呢啲故事裏面，由一個人嘅內心去認識呢一個世界。踏入新嘅一年，我哋會繼續有專業嘅同行者同我哋分享，亦都會請嚟更多唔同背景嘅過來人。大家睇到佢哋而家做到嘅嘢，而喺呢啲做到嘅嘢背後咧，其實佢哋都行咗一段好長好長嘅路嘅。呢啲路咧更加值得被分享。我哋亦都會舉辦唔同嘅活動啦，希望將唔同嘅有心人聚埋一齊去探討唔同嘅議題，亦都發掘更多嘅可能性。我哋亦都會嘗試衝出香港，睇下唔同地方嘅人，去發掘更多唔同城市嘅同行故事。新嘅一年，你有啲咩故事想聽呢？記住留言同我哋講啊！2026年，希望大家繼續同行，繼續去寫更多幫到自己又幫到人嘅故事。